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，今日来做味菜。农业时代真济台湾民间流传台语艺术的味菜。当然啦，即马时代变迁吼，真济少年仔连咱要摇这项物件都罕得看，啊，毋过无要紧，咱来回想过去，咱来体会农村的景致，当作复古，当作趣味，互相来研究。头一条，咱来讲一项物件圆淋淋，千万人扛袂起身。我知啦，国情啊，讲到圆淋淋，就俗语咧讲天地圆淋淋，喘鹅鹅单身，无毋对。我甲你提醒，单身罗汉脚，往往拢困伫这项物件边啊。小动头壳一下，这门外毋是门内，餐庄内底绝对是庄头，一定有一项物件圆淋淋啦，千万人扛袂起身，就是黏伫咧涂的，无毋对啦，就是古井啦。古早咱才有底看，即马吼都市已经罕见啦。毋则讲吼，真侪少年家，伊都毋捌看古井，你要叫伊摇古井，过来换来摇一条门来，咱兜内底摇灶开，讲茶做成，竹做鼎，久家过人毋敢行，后迄个久家过人毋敢行，国情你黑白讲，即个句吼相同的意思。三观两意，互你小动头壳一下。我来甲你提醒，过去咱捌做过一个药汉字的味菜，讲九环六徛得，老闭问孔明，孔明想3日。你会去想讲对吼？孔明头壳才好，搁想3日，啊，毋表示讲即字足歹写、足歹用，毋是啦。这相同的意思咧，甲你暗示，孔明想3日，就是伊想3、2日贴做伙，水煎迄个煎，啊，同样九环六徛得哩。毋则讲即个久家过人毋敢行，即个久毋是真正久呢，相同的意思呢。讲茶做成，竹做鼎，煞毋知放伫顶头迄红菇啊，人绳啦，对啦，灶骹互你摇人绳啦。过来，咱莫摇灶骹，原来农村咱听头有诶，因为即马都市吼，真侪人无咧用即项啊啦。来，你听我讲题目，讲一句田啊，送，三蕊花啊，红。国情啊，你讲心明听头才有诶，对毋？即马真侪都市若讲吼，有诶设家全室啊，就袂歹啊。有诶厝里真正无迄个空间通去拜神明，所以无即项嘛。啊，国情啊，讲到遮你就知啊，田啊，送，花啊，毋是发出来是插起嚟诶，插香，就是香炉啦。有影台语艺术，讲到即个题目，互咱想到即个景，咱就晓讲答案，有影趣味啦。